當虎少雄、殷志強、馮淬帆的離世消息接連叩擊港劇迷的心弦，那句築於我們的記憶正在老去，已成為無法迴避的攤息。11月8日，港媒再傳沉痛訊息，曾在周星馳兩部經典中留下驚鴻一瞥的老戲骨凌漢，早已在5年前悄然辭世。這個名字或虎陌生，但當唐伯虎點秋香、李根著、將軍令、把脈的太醫、九品芝麻官中被按進棺材的仵作形象浮現在腦海，無數人才驚覺那個臉熟到骨子裡的老先生，已經帶着半個世紀的演藝記憶離開了。從編劇到龍套，在片場紮根的半世紀，凌漢的人生軌跡本與銀幕前的小人物毫無關聯。1930年生於河南玄武的他，20歲時因戰亂練轉赴港謀生。最初敲開邵氏電影公司大門時，首利賺的是編劇的不而非演運的劇本。在邵氏的幕後歲月裡，他參與創作了《妙探出更》《晉文公傳奇》《雪花神劍》等13部經典作品。不沾流堂的故事曾滋養出無數銀幕傳奇。彼時的他大概不會想到，日後自己會以演運的身份，在那些相似的片場裡度過半生。轉型幕前準屬偶然。當年一部劇集的特約演運臨時缺席，正在片場幫忙改劇本的凌漢被導演一眼相中，就此開啟了從幕後到台前的跨越。為了養活一家4口，他剪掉本名凌塔漢中的塔字，以凌漢為藝名，從最底層的群演做起。1963年，梁山伯與祝英台中那句運外請，他因口音問題拍了17條才過，回家後便把報紙剪成紙條含在嘴裡練捲舌音。這招後來竟被 TVB 訓練班寫進口音教材，只是未人記得原創者是這個小學都沒逗完的跑龍套。從70年代起，凌漢先後效力於佳藝電視、離的電視和 TVB， 成了香港影視圈的麥金油演運。他曾在一部劇裡一人分飾5角，換件徽服就切換身份，從街坊大爺到衙門差役，每個角色都拿捏得游刃有餘。在街市版《射雕英雄傳》中，他飾演的鐵木真出場近3分鐘，一句郭靖那小子不錯，卻隨着劇集重播深入人心。離的《白髮魔女傳》裡，他塑造的洪庭拔即便鏡頭被剪得只剩30秒，也能用眼神刻畫出忠臣的隱忍與悲壯。算上電影和電視劇，他一生參演作品超過200部，每部都是不起眼的配角，卻共同拼湊出港劇黃金時代的市井煙火氣。星爺電影裡的高光，3秒笑料背後的功力。在凌漢的演藝生涯中，與周星馳的2次合作無疑是最廣為人知的亮點。不同於黃一飛、黃一山等這星爺電影走功後活剔於短視頻平台的同行，凌漢的高光時刻始終藏在角色背後，未曾轉化為個人名氣。1993年拍攝《唐伯虎點秋香》時，王晶臨時加了場太醫診脈的戲，要求演運從脈象中聽出將軍令的節奏。從沒學過中醫的凌漢靈機一動，把脈搏當成粵劇板眼，右手搭脈時左手悄悄打拍子，頭部跟着節奏微微晃動，驚恐中帶着滑稽的神態被鏡頭精準捕捉，一跳變過。周星馳在監視戲後笑到蹲地，當場給他加了3天戲，日薪也從800漲到3000。這是62歲的凌漢第一次被人喊老師。那句我從來沒聽過這麼亂的脈象，配上踉蹌倒地的動作，成了全片最經典的笑料之一。即便多年後重看，仍能讓人瞬間捧腹。2年後的《九品芝麻官》中，凌漢飾演的仵作徽份更少，卻同樣令人印象深刻。被周星馳飾演的包龍星一把按進棺材的橋段，他全程沒一句台詞，僅靠肢體動作和表情就完成了喜劇效果的傳遞。這2場戲讓他成為觀眾心中的熟面孔，但片尾字幕裡，他的名字永遠藏在不起眼的角落，甚至常常被遺漏。他從不在意這些，反而在手寫的角色冊裡記下仵作3秒笑直，低調到塵埃裡，退休與離別都悄然無聲。2003年 TVB 將合約改為1年1簽，底薪降到4800港幣，
年過七旬的凌漢乾脆選擇退休。他的最後一部戲是《皆大歡喜》裡的豆腐佬，只有一句台詞：豆腐2文錢一塊。拍完後，他認真疊好徽服交回倉舍，跟副導演開玩笑說：以後有死人角色再叫我。可這一等就是15年，再也沒接到過劇組的電話。退休後的凌漢過着近乎隱居的生活，他不抽煙不喝酒，沒有社交應酬，每天10點準時到樓下茶餐廳喝杯奶茶，打包一份菠蘿包回家，邊吃邊看重播的老片。看到自己在電視裏出現，佢笑着指給店運說：這人像我。他靠每月3500港幣的老人金和邵氏舊片分工為生，住在北角一間30平米的唐樓裏。香港的繁花喧囂仿佛與他無關。2018年冬天，鄰居連續3天沒看到他下樓，報警後才發現他已在睡夢中離世。凌漢終身未娶，沒有子女，弟弟早年移民加拿大，香港只剩一個外甥女。後事辦得極其低調，沒有公開訃告，沒有追思會，只有少數親友出席葬禮。他的骨灰安放在沙田寶福山最便宜的格位裏，墓碑上甚至未刻全名，只寫着凌先生。直到5年後的2025年11月，一則匿名網友的爆料引發關注。港媒輾轉找到凌漢的老友，有御用看更之稱的陳勉良，才證實了這一噩耗。陳勉良在鏡頭前難掩惋惜，他家人想低調處理，不想被打擾，所以一直沒說。他是個純粹的演運，從不把自己當明星，只覺得演戲是工作。綠葉的傳承，演戲是工作，做好就心安。在圈內，凌漢的敬業與和善早已是公開的秘密。早年在 TVB 化妝間，他總是提前到長安靜看劇本，遇到緊張忘詞的年輕演運，佢主動遞上溫水，分享記台詞的小技巧。即便自己揮份再少，也拘留在片場觀摩他人表演，說多學一點總沒錯。他常掛在嘴邊的話是：演戲就是我的工作，做得好心理就踏實。這句話後來也成了羅樂林等後輩的職業信條。羅樂林至今記得凌漢教導他的：演戲係工，做好就心安。林家棟與凌漢合作《大鬧廣昌隆》時，深切感受到這位前輩的專業。他曾在採訪中直言：像凌漢這些前輩，新一輩演運可能都不認知，其實他們才是港劇的根基。在林家棟看來，凌漢這類演員雖然被忽略，卻用無數個小人物撐起了影視作品的真實感。正如陳勉良所說，凌漢塑造的街坊、看門人、老爺子們，或苦不引人注目，卻是港劇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他們讓熒幕上的世界有了煙火氣，讓觀眾看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本色。這種將演運視為職業的樸素態度，正是港劇黃金時代的精神吶喊。從凌漢到許紹雄，從羅蘭到羅樂林，他們不追求流量光環，不糾結角色大小，只專注於把每一個鏡頭演好。凌漢床頭那本手寫冊子，密密麻麻記着200多個角色，最後一頁寫着：希望觀眾記得角色，不必記得我。如今看來，他的願望早已實現。短視頻平台上，他飾演太醫的片段點讚超8萬，彈幕裡滿是童年回憶殺。B 站的周星馳黃金龍套合集裡，他出場時總能引發爺青回的刷屏熱潮。別讓記憶只停留在角色裡。凌漢的故事像一面鏡子，照現了影視行業裡大多數演運的真實境遇。他們不是聚光燈下的巨星，卻是構成光影世界的基石。5年至來的訃告，讓無數人意識到那些曾帶給我們歡笑與感動的熟面孔，或許正在被悄然遺忘。當我們為苦紹雄的離世扼腕，為馮淬帆的遠去嘆息，凌漢的故事更讓人心頭一緊。原來最殘酷的不是離別，而是離別後無人知曉的沉寂。但換個角度看，凌漢其實從未真正離開。他是《射雕英雄傳》理想治國正的鐵木真，是唐伯虎點秋香李把脈的太醫，是皆大歡喜李肉豆腐的老人。
這些角色早已刻進幾代人的記憶裏，成為港劇黃金時代不可磨滅的印記。正如林家棟所說，我們這批配角最怕的不是死，是被忘記。願天堂也有片場，讓他繼續演自己熱愛的角色。而我們該記得那個叫凌漢的演員，記得他曾用一生告訴我們，把平凡的事做好，就是不平凡。